家我哋會做側平板嘅。首先第一步咧，我哋要側邊咁樣瞓低先。咁我哋兩隻腳會伸直啦，然後搭埋一齊。咁我哋咧其中一隻手咧就會用我哋嘅前臂支撐身體嘅。咁我哋要做嘅就係將臀部離開地面之後，令到我哋膊頭、臀部同腳咧成一直線。咁我哋就要維持住30秒嘅。咁我哋兩邊都會鍛鍊嘅。咁準備好之後咧，我哋手撐腰就可以開始啦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好，我哋會轉另一邊啦。3、2、1，開始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好，我哋會轉另一邊啦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完成。